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讲到南韩的宪法法庭顶礼拜通过单协总统文切的要求呢，是准备在6月初3进行重新选举。目前民调支持度上界悬的人选就是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。昨以党魁职务落任了后，今仔日就向媒体来发布影片，宣布要正式参选。 진짜 대한민국을 만들기 위해 대통령 선거에 출마합니다. 这个12分钟的参选影片，李在明用感性的诉求对南韩人民表达冬天伫要过去啊，伊要在南韩人的希望，做伟大的人民上优秀、上适合的工具。发布这个影片的前一天，伊拄好是在野党加共同民主党的主席。 그런데 당 대표를 어쨌든 퇴임하는 이 장면이 저 주가 지수를 보니까 정말 가슴 아파요. 엄청나게 많은 사람들이 고통받고 있겠지요. 李在明伫参选影片提出客倡议，也就是南韩倡议的国家发展愿景。伊要发展经济、培养人才，搁要实现英国抗日运动家金九文化强国的心愿，并发扬南韩民主，用软实力带领全球发展。 많은 사람이 희망을 가지고 행복한 삶을 꿈꾸는 그런 세상이 봄날 아니겠어요? 진짜 대한민국을 만들고 싶습니다. 그냥 이름만 있는 대한민국이 아니라 진짜 대한민국. 外交方面，李在明较早捌互人讲是亲中派，因为伊捌公开表示过台海问题甲咱有甚物关系。不过李在明伫参选宣言上新的表态是韩美同盟、韩美日合作真重要。不过爱先顾国家利益，看起来是即马暂时先顾现实。 2024年国会大选剩4个月，参选的李在明伫釜山造势活动去互野岛的查某人杜暗棍受伤，住院8天。其实伊伫2017年都捌竞选共和民主党内总统初选，甲尾煞输互文在寅。2022年南韩总统大选，李在明搁再出来选，搁得到党内推派参选，甲尾煞以25万票，较无1/1，输互国民力量支持的尹锡悦。 即马李在明宣布参选，各地民调领先真济。韩国总统大选也正式展开序幕。目前已经有另外2个人表态参选，拢是保守派执政党国民力量党，一个是尹锡悦政府前劳动部长金文珠，另外一个是第4届参选较有中间选民欢迎的安铁秀。国民力量党的前主席韩东勋，一定原来真紧加入战局。公司新闻，翁如梅编译。